美國就重啟呢個減息嘅週期啦嚇，亦都係今年即係話咧9個月以嚟嘅第一次。咁啊嚟緊10月底啦，又會再有一次嘅議息會議。咁啊會唔會再減咧？不如我哋就傾下個市先啦。我知道大家咧對於個美股啦嚇或者個息口咧都係好關心嘅。Nicole，其實我哋知道咧減息嘅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呢個美國嘅就業市場比較疲弱啦。咁其實即係減息係咪真係幫到個美國嘅經濟咧？而又驚唔驚？減得幾次之後，美國嘅通脹又有機會會翻嚟咧？嗱，咁其實咧，2025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嘅表現咧就比預期好啊，主要受到 export 同埋消費者需求嘅支持。不過我哋覺得關稅通脹嘅問題未完全反映晒，咁所以今年年尾可能會見到經濟增長動力慢慢放慢。但係我哋依然預計會有個 soft landing， 但係可能會面對一啲 stagflation 嘅風險，即係話利率，即係話通脹上升，經濟慢慢放慢。咁我哋睇翻美國啲 macro 數據，例如 GDP 啊、PMI 啊，全部都比較穩陣。但係勞工市場咧就開始出現少少裂痕啦。相反，其他地區就改善緊。咁喺下一個 slide 咧就見到，其實全球加息週期都差唔多完啦。咁大家見到呢個 chart， 除咗日本之外，即係橙色嗰條線，大部分地區啲利率咧就開始下降。咁其實呢個環境就係對經濟增長同埋風險資產咧係有利嘅。咁而家全球 central bank 咧就有更多空間去放寬政策，尤其是美國。嗱，咁我哋咧就預計聯儲局由依家去到2026年年中會減息多3次，每次咧就會減25個 bip， 咁所以利率會落到去大概3.5%。咁所以而家市場定價可能會太過樂觀，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啦。嗱，咁下一個 chart 咧，大家都見到，雖然而家市場非常之關注減息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忘記通脹嘅風險。咁最近咧，關稅就喺7月同8月份嗰啲通脹數據反映出嚟，但係我哋認為呢個係會係一個一次性嚟嘅，即係話主要喺第4季會見到。我哋更加關注嘅咧就係長期通脹嘅壓力，例如政府開支增加、債務水平上升啊、地緣政治風險啊等等。咁其實喺呢一個環境下，淨係持有長期美國債券咧，可能未必係一個最好嘅選擇，因為我哋可能會面對一啲yield curve steepening， 即係話長期利率上升，咁其實反而短期債券咧可能會 benefit 喎。但係我哋要諗翻機會成本，即係咩咧？嗱，我哋淨係持有短期美國債券咧，我哋可能會錯過股票其他更高潛力嘅資產。咁下一個 slide 就見到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市場而家非常之 noisy 啦。Trump 嘅政策變嚟變去，日日都有新嘢出。琴晚真係一個好嘅例子啦。地緣政治又有風險，咁其實喺呢個不確定性嘅環境下，我哋好難真係去 time 個 market 嘅。諗翻今年3月同4月份入市嘅時間，其實回報都差好遠嘅。咁其實波動唔一定係一個壞事嚟嘅，只要我哋識得利用，其實波動係可以投資者嘅最好嘅朋友。最重要嘅咧係用一個長線嘅投資心態，有一個靈活嘅資產配置，再加上一個主動嘅風險管理。